我家若只闻松下喊眼睛爷娘之意，将我何时起口说明？娘亲出主意的我做媒人，说心想将眼睛还有点毛病。我说喊娘亲啊，中华上沙漠不明，夫妻两高头谁是一张眼睛还不要紧。等到神清的一年，来个人都乖乖乖乖，一个口气就说蛮好蛮好，一个口气就说咯了咯了笑出去，说天上一对好夫妻呀，上就说老头特地记蟑螂配着句。我开头不晓得啥事体，半夜里那么明白在牛来高嘴巴，一张眼睛还是黑，一张眼睛三个眼了蓝眼皮，一日都要烫眼里。哎，经过高山这一张眼睛，夫妻们恩爱。6年下来，牙齿不高低，不过不养上，最近生意一塌糊涂，孩子啊，你哪还对得起高山哦？里边不叭叭，哎，两钢铁在，不生意不回来，这困吧。力气那么明上一挪，实际上就是作对。你非要看看这根作对要紧。孩子不作对，寸步难行；儿子作对时，非要说我理想，随着该到手就有苗过啊，都作对领导着。我过来到天津里向莫大的门关一关，国度手有手帕，回过来要想进客堂开，刚巧的留意地下，听见呱，一爸爸来了，当时爸爸，一飞来呀。飞来呀，还是瞧空浪里滚下来，猛震落孩子牙高头上拽，哦哟！默默上女里一门血腥气，哎呀，不好，头都开着玩。哎呀，觉得了，自家口不清爽，叫高支部出来看看吧。高支部出来啊！来走！这声音好听得来。若哈这个高三娘高星期6门7日，今年39岁，一张面孔蛮难看的，而且是一张眼睛良心来得个哈，夫妻蛮恩爱的呀。听见男人喊嘛，眼睛睛带外头。啊个有个，高句话，做啥？不好在石岗上石岗多，你看对岸都开了家。啊，我来看哦。啊个，开着。我晓得开我血腥气味。哎呦，分开！哦，分开了，开的哇，开几花东西啊？哎呦，分开！到底按开了分开？这一样开嘛，一样分开。3个分手，哪一样开了一样分开？哎呦，阿刘噶，你说你开门不3个上火，说你分开嘛，说自家那个逃来嘛。但是来说。你等我看看呀！我来等你考脱你。高句话不晓得啥个么子，你等我看看呀！老大地狼哦，我来看啊！6七日过来，带地狼一看嘛，哎呀，你个啊，一面金子，金子啊！哎，是人口浪头那个金子的，但是这个死人口浪头还是一张眼睛哟。那么你想呀，一张眼口，一张眼嘛，还是一面金子了。哦哟，那个起来嘛，孩子问我冷的哦。哎，但身体也想的。哎呦，没啥么子不对我那蛮不能说什么讲。接起一张眼睛，仔仔细细一看，哎呀，那个啥事体啊？犯罪，一个头。没好玩，我晓得人有不错，隔壁乡里晓得我不小菜，多个鸡腿来了。哦，要啥个鸡腿叫一个死人口不浪头，啥没的？口不浪头呀，口不浪头呀！呵，那个有瓜，我等你啥个内功多个头来还都不好在。哪啦？该装人民恶啊！只要。弄到俺们里向这个是头装过后头过我的那样吃空的的，只要根本还弄发你，是的，东也是，不是西也是，想办法弄个头弄开子吧。没好吧？你想呀？动脑筋呀！你想呀？
不声音大概困着。但是派了一个口浪的娘等是还看我个文领队啥人能够欣然读其中一定已来的哪个娘夸的吃屁的是啥马上奔得三家头哪个死人空老头干不地方翁不头杀得你们这一切过头你说得出也好个嘞倘如此日龙出版国事当当俺们是这个是头长过得里唔受的紧张我要哭得的流泪看来我哈子那让出卖的哪个绑着那个阿根头的四根头五多两高头嘛顶头绑铁头鸡蛋的还胖石头米苏西不能背得十八路反不理不得那个苦老头嘛扑特我砸在屋头他后呢脚拐脚来头拐头我这还披我大哈砸把头但你混灯的啦来吃巨魔的不理说的马玲玲呀哥哥是一派不晓得是啥人不晓得手里办公的又还是分帮的飞机鼓里安帮队来分帮队嘛刚刚中国办公的不过你的班上我个活人口浪的我的班上里个新人啊多的老孩子开头嘛接到一说来发觉告诉我哪叫非好啥个非好叫我再想想唔少好哪了等下不出版翻译出版还不的啥哪叫还只要一把当我凶水的同到我们的叮咚门前上神话我旁听吃几年故事哟说得出给告诉我哈吃故事的很少那唔少我的是那种不过唔少吃的那吃故事吧还笑死的了老孩子呼吸人开心的玩意想子一想唔少东街队嘛告诉我做啥子都这一想都不可不老的大哈妹说大哈妹还叫哎呀你想呢我的那夫妻生平之落你冬年一日朗朗清清两高里嘛松风两股小毛的那倒非要紧在今朝中手鼻子三高的哦哟那边还三无事我三无事点对不对出火的弄得个死人空浪的我的呢哈大宝的是说口人都白发现我空心思只喊你的现在告诉我你夸的起我一扎的不来做啥你
来得我拿个裤浪头忙正来了一方头么后一盖么四人头等来等到半夜三高头哈么摸到舞台头哪个啊不是遇难的还不是杀害之头而是见我去打死人裤浪头你三个乌拉拉举莫大手的那非要么东郭守了个门里我的那夫妻两高头等到半夜三更头拿个裤浪头忙着我里一刀头让你疼到手机上摸的哈得里永世不忘头得名字我往事往事地道里想得那当天了铺米头么狗大说王庙里谁敲手的再请你吃葡萄吃龙跟我们我家若自问松下喊眼睛爷娘之意将我何是七口寿命娘人出之意的我做美人是心想将眼睛还有点毛病我说喊娘家啊中华上沙漠不明夫妻两高头谁是一张眼睛还不要紧等到神清的一年来个人都乖乖乖一个口气就说没好一个口气就说咯咯写出去是披上一对好夫妻上街说老头特地记蟑螂配着记我开头不晓得啥事体不要你那么明白在牛来高支部一张眼睛还是黑一张眼睛三个眼了蓝眼皮一年都要烫眼里经过高山这一地我听见呱一爸爸来了当时爸爸一飞来呀飞来呀还是瞧空浪里滚过来猛震了还是拿过的人拽默默上女里一门血腥气哎呀不好头都开着玩哎呀觉得了自家口不清爽叫高支部出来看看吧高支部出来啊来走这声音好听得来若哈这个高三娘高星期落门七日今年39岁一张面孔没难看看而且这一张眼睛良心来得个哈夫妻们恩爱个呀听见男人喊嘛眼睛睛带好的一张眼睛夫妻们恩爱6年下来牙齿不高低不过不养上最近生意一塌糊涂孩子啊你那还对得起高兴里边不吧两钢铁在不生意不回来这困吧力气那么明上一挪实际上就是作对那非要看看这跟作对要紧还是不作对寸步难行一次作对是非要说我理想谁是该到手就有苗过啊都做得明白这我过来到天津里向莫大的门关一关国度手一手怕回过来要想进卡堂给刚巧的留意啊个搞住啊做啥不好在石岗上石岗头你看对岸都开了家啊我来看啊开着我晓得开我血腥气味哎呦分开分开了开的哇开几伙东西啊哎呦分开到底按开了分开这一样开嘛一样分开三个分手那还一样开了一样分开哎呀那个你说你开门不三个上火说你分开嘛说自家了逃来吧但是来说你等我看看呀后来等你考脱你告诉我不晓得啥个么子你等我看看呀老大地狼我来看老七日过来带地狼一看嘛哎呀那个一面金子啊四人口浪里那一金子的但是这个四人口浪的还是一张眼睛哟那么那三娘一张眼口一张眼吧还是一面金子了哦哟那个起来嘛孩子问我来啊哎但甚至也是样的哎呦我啥么子不对我那买不能说什么讲接出一张眼睛仔仔细细一看哎呀
啥事体啊？发财一个头。那好哇，我晓得人有不错，隔壁乡里晓得我500岁才多个鸡腿来了。要啥个鸡腿叫？一个死人可不浪的。啥没的？可不浪的呀，可不浪的呀。呵。